咁屬牛喺事業嗰方面嚟講，都係唔係咁理想啦。咁一般你覺得自己壓力嗰方面咧，都會增加，會特別加大嘅。咁好多時候可能做嘢嘅方式嗰方面，自己分分鐘出錯個機會率都會比較高啲嘅。咁若然你自己本身係屬牛嘅話咧，就要特別緊記以留意呢樣嘢啦。做樣嘢之後嚟講咧，一定要細心留意，去重複多一次，睇清楚，仔細嗰方面去 check 清楚 double check 啦，即係避免即係自己出錯嘅機會率都係提升嘅。咁屬牛嚟講咧，喺今年嘅工作嗰方面、事業嗰方面嚟講咧，可能會覺得有俾小人陷害嘅機會率都會比較高啲嘅。所以好多時候咧，就記得將自己咧做得到最好。若然自己係範圍自己顧得好嘅，做自己做得最好，行得正企得正嘅話咧，其實小人係害唔到自己嘅。但係如果自己真係會有疏忽，或者自己好多時候會粗心大意嘅話咧，機會咧俾小人嘅侵犯就會加升㗎啦。所以屬牛一定要緊記，所有嘢都好咧，要 double check、triple check 先至會穩陣啲嘅。